伙计，哎，来了，客官。刚才那女孩是花木兰吗？是。她现在不是在织和亲图吗？怎么还到处乱逛？听说木兰的手受伤了，八爷爷在帮她治手，所以每日总要抽几个时辰到洛神庄园去治手。娘，木兰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福林，你看，你的手全好了。太好了，木兰，让我看看，我也看看。木兰姐，你的手比从前更柔更软了。是啊，瞧你说的，木兰姐，我也要看看。我终于可以回来织图了。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，八爷爷是怎么给你治手的了吧？是啊，这是八爷爷的不传之秘。我还是不能说，不传之秘。既然是不传之秘，怎么还传给你了呢？就是啊，人家木兰姐的手都差点残废了呢，你还吃什么醋啊？就是，八爷爷教给你的可比教给木兰的多多了。我哪有吃醋啊？我就随便问问。你呀，我娘呢？还在绣楼忙呢。走，找我娘去。好，走。看那儿，哇！天哪，太厉害了！太厉害了！木兰姐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一定要教我！我也要学。木兰，我也要学。你就不要卖弄了。好了，晚了啊，明天还要开工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好吧。走了啊，走吧。早点休息啊。好。木兰，你现在回来的正是时候，和亲图马上要挪到2楼上去绣了，你的长处正好可以发挥。以我们现在这个速度，估计我们可以提前完工。不过这段时间可把云姨给累坏了。我现在回来了，就能帮我娘多分担一点。木兰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末将被抓了。末将被抓了？为什么？谢将军怀疑是他杀了我娘。不会吧？末将这个人虽然平时桀骜不驯的，但是对人也很热心，杀人的事他应该干不出来啊。更何况他是一个高车贩马的，和四娘无冤无仇，应该不会暗害四娘的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他对我都那么好，他一定不会杀我娘的。谢将军应该不会平白无故的抓人，一定还是有理由的吧？那你说，会不会是谢将军抓错人了呢？这我不好说。木兰，咱们能不能想个办法，给末将求求情啊？这样吧，福林，等我们下次见到谢将军，先把事情问清楚再说，行吗？行吧。末将现在一个人在牢里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其他的先别想了，早点回去睡吧。明早还要赶工呢。啊，去睡吧。那我走了。虽然咱们进不去锦绣山庄，但木兰肯定会出庄。只要她一出庄，咱们就有机会。丹娜，你说吧，你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。依我之见，我们应该在锦绣山庄到洛神庄园的路上埋伏着，一旦木兰出庄，我们就出其不意，取其性命。对，这个简单。像他那样的，我一刀一个。不行，刀剑虽然痛快，但必须近距离攻击。一旦有误，我们很难脱身的。对，最关键的是，我们必须全身而退。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用这个不是很好吗？
木兰，来，让我看看你的手。八爷爷用了什么方法，这么神奇？春愁，你应该知道吧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你可是八爷爷唯一的弟子啊！春愁姐，这些绝技八爷爷迟早都会传给你的，慢慢来吧。只怕你学不到八爷爷的精髓啊！不会的，春愁姐已经学到很多了。罗医师，干脆我跟着你学医吧。你呀，先把和亲图治好吧。就是啊。好了，时辰到了，泡手吧，春愁姐。真快呀！是啊，好快呀！哎，这样啊，做到的。木兰，继续织啊！完了。就完了。木兰姐，你比以前还快啊！是啊，我看看织的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不用看了，肯定比以前织的还好。好了好了，姑娘们，将织好的底纹啊拿出去，让谢将军审定。走，走，就是。谢将军，这和亲图的底纹已经全部完成，请审定。记得巴贝残老先生告诉我，一幅优秀的织锦应该是光亮齐密、净洁凸。果然光润、亮爽、整齐、细腻、明净、洁白，凹凸有致，纹中有纹，花中嵌花。这底纹已经艳光惊人，如若在绣上五彩百花，那该是何等光景！谢某不敢想象。谢将军，这和亲图的底纹可有改进之处呢？哈哈哈哈哈！谢某已经瞠目结舌，无话可说。现在一心只盼早日见到和亲图全貌。谢将军，若觉得这底纹可以过关的话，那我们立刻上2楼开始绣花，让这和亲图可以早日面世。上楼。4秒，我们和亲图开始绣。木兰，哎，谢将军，听说你的手全好了？全好了，你看，手腕比以前还灵活呢。以后不用再去洛神庄园了。八爷爷说我不用去了，但我想，如果和亲图出了问题，我们还是得向八爷爷请教。老先生真乃神人呐！谢将军，我听说末将被抓了。你也听说了？我是听福临说的。末将他犯了什么事吗？我怀疑他跟思娘之死脱不了干系。可我倒觉得末将他不像是坏人呢。木兰，你只管安心织图，其他的事情少管。谢将军，那我能见见末将吗？我劝你最好不见。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末将给了我很多帮助，我还是想去看看他。好，我来安排。我就在这儿等着你，有什么事就叫我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谢将军吩咐了，要好好照顾你。
将，木兰，你怎么会来了？我来看你。啊，我挺好的，谢将军管吃管住，省了我不少房钱饭钱。谢将军怀疑是你杀了四娘，你相信吗？我不信，可是谢将军还是坚持他的意见。没事。你看，先是你，然后是你娘，现在又是我。你和你娘都是被冤枉的，谢将军都放了你们，所以过2天我一定可以出去。你怎么样？最近好吗？哦，你的手呢？我的手都好了。真的？现在又可以织布绣花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的手终于好了，你的手终于没事了。我听说，一个绣娘的绣艺好不好，看手就知道。其实也没那么神奇，不过好绣娘一定要有一双好手。就像你的一样。木兰，我能不能看看你的手？我要回去了。何青图还等着我呢。好。末将怎么说？他说他是清白的。他还说什么？没什么了。末将这个人，你要小心。谢将军，那我先回锦绣山庄了。你一个人来的？我一个人来的。李江在。将军，派2个人护送木兰。是。不用了，谢将军。你看，我一个人去八爷爷那儿都没问题。安全重要。李江，你记住，
只要知和亲图的绣娘们出锦绣山庄，不管去哪儿，都一定要派人保护。是。谢将军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好。木兰啊！木兰怎么了？好像中毒了，不过应该没什么大碍。是。哎，木兰。是。怎么样？木兰，你没事吧？我这是在哪儿啊？天心堂啊。天心堂，罗医师，你怎么不点灯啊？好黑呀！木兰，能看见我吗？是谢将军吗？木兰怎么了？我的眼睛怎么了？我的眼睛怎么了？我的眼睛怎么了？罗医师，罗医师，我的眼睛怎么了？木兰，谢将军。罗医师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罗医师，我的眼睛怎么了？木兰，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？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？罗医师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一定要救救我！我的眼睛怎么能看不到呢？我不能看不到。木兰，你冷静点。木兰，木兰，木兰，木兰。不是已经叫你停了吗？你为什么还把烟包扔出去？不就是多2个士兵吗？千军万马中，我们都没皱过眉头，怎么见2个士兵就怕成这样？我可告诉你，这和打仗不一样，我们必须千万小心，万一被那2名士兵抓住，或者发现我们的踪迹，不仅我们完了，末将完了，就连丞相和整个柔然都会被你连累。现在不是没事吗？现在没事，刚才差点被你害死。哎，好了，别吵了。野树，你的烟包有没有扔准花木兰？偏了一点。偏了一点什么意思？都是你们干扰，要不可以扔得很准的。哼，可别让我们3个白忙活半天。你们放心，虽然没扔准，但是药我下的特别重，那花木兰不死也得重伤。哼，但愿谢启臣能把末将放出来。哼。
木兰，你可看清那扔烟包之人？我什么都没看到，但我心里明白，那个人是冲着何清图来的。罗医师，我这眼睛还有救吗？木兰，你也别着急，我们正在找解药。我明白了。谢将军，请你一定不要告诉我娘我现在这个样子。我娘的脾气我知道，她心里装不住事。如果让她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她一定什么事都办不了。谢将军，你就亲口告诉她，你有急事需要我立刻去办，所以我这几天就回不了锦绣山庄了。你说的话，她一定都信。谢将军，你一定亲口告诉我娘，啊！好。木兰的眼睛可还有救？也不是完全无法救治。首先，要知道是何种毒药，我们才能对症下药。那木兰究竟中了何种毒药？谢将军，你看。这是在现场找到的毒烟包。毒凤谷经常有草原客商来往，我在他们身上见过这东西，也问过他们。他们说，贩货日行夜驰，难免遇到狼群。紧急情况之下，丢出烟包，一落地就会释放出毒烟，即便不能毒死群狼，但也足够驱散狼群。看来凶手来自外族。罗医师，能否从这烟包查出凶手来自哪里？我刚才已经仔细检查过了，如果没有看错的话，这应该来自于高车。高车？能找到解药吗？毒烟包虽然来自于高车，但是有几种粉末我也没有见过。万物相生相克，毒药和解药往往一起生长，不认识毒药，也就找不到解药。难道木兰的眼睛真就不能再复明了吗？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，但首先要找到下毒之人，逼他说出毒药的成分，也许还有希望。老先生，木兰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木兰在路上被人袭击，双目失明。双目失明？那怎么办呢？在下现在忧心忡忡。思娘被杀，木兰遭暗算，这何金图恐怕是凶多吉少。那这，他的双眼可还有救啊？罗医师束手无策。我今日来，就是希望老先生能够再次伸出援手。上一回他的手受伤，老夫教他练我的飞针绝技，总算把他治好了。可那全凭运气啊！可他现在是双目失明，老夫也是束手无策呀。凶手一定事先埋伏在这里，从洞口看到木兰经过，然后扔出烟包。
李强，在。去周围查看一下，看看是否有百姓发现有凶手出没。是。你们两个跟我来。是。曾华基，在。去集市，将所有外来商人彻底清查一遍，尤其是随身携带烟包之人。遵命。吴奎，你们两个跟我来。在。待我手谕，封锁所有关卡，尤其是高车人，一定要彻底盘查。是。心情不错。约，我这阶下囚都还没开眼笑的，谢将军怎么愁眉苦脸呢？五凤谷又出案子了。哦，照你的推断，那肯定是我干的。何出此言？连司娘都是我杀的，还有什么事不是我干的？这次出事的是木兰。什么？木兰出事了？那她有事吗？你快说，她到底有没有事？他们竟然对木兰出手。他们是谁？杀司娘的人是你吗？我一直在这里，怎么会是我？可你还有3个同伴逃脱在外，至今没有音讯。我可以这样猜测，是你杀了司娘，而你的同伙为了帮你逃脱，于是对木兰下手。还有，暗害木兰的毒烟是来自高车。毒烟？高车的毒烟？不可能！谢将军，如果是我的同伴为了救我而去暗杀木兰，他们应该用中原的毒药，而不是高车的毒烟。他们这么做根本是在害我。谢将军，木兰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？木兰性命无碍。谢将军，让我去看看木兰。你要见木兰？是，就算是你要杀我，我也没话说。但我只有一个请求，让我去看看木兰。我求你。末将，你说的对。杀害司娘和意图杀害木兰的，应该是同一个人。他的目的是为了破坏和亲图。现在你相信我是无辜的吧？你可以走了。别跟我说话！殿下。殿下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们当中只要有任何一个人出了差错，其他人立刻撤回柔软。你们竟敢违抗我的命令，啊！殿下，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救你啊！是，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把你救出来了。救我？你们知道我是怎么被放出来的吗？难道不是因为我们？哼！谢启辰现在已经加深了对我们的怀疑，他表面上放了我，其实暗中派人跟踪监视。从我离开衙门那一刻起，就至少被3个人跟踪，幸好被我甩开了。难道谢启辰识破了我们？
我再问你们，毒烟是从哪儿来的？我的，从柔然带来的。柔然？你们根本不是救我，而是在害我。属下的确不知如何害了殿下。天下谁不知道，毒烟是草原人的防狼利器。只要一查烟幕，是高车人，还是于田人，还是我们柔然人，谁都一目了然。你这样等于直接告诉谢启辰，我们是假冒高车人的柔然人。但是我们，要不是那谢启辰误认为那毒烟来自高车而非柔然，我们的身份早就尽人皆知了。你们真是愚蠢至极。木兰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？野叔，你立刻把大娜押回柔然。殿下，我不能。是。舍伦留下，我们要继续寻找新樱花线索。是。你等一下，我去开门。木兰，来。小心台阶。 慢点。木兰，你在这儿坐着别动，爹去给你做饭。爹，我不想吃。孩子，就是天大的事也得吃饭呢。 木兰，是我。真是你啊！谢将军把你放出来了。是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不是凶手，但那个凶手。 把我眼睛弄瞎了。墨家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，带我去绣房。好。门脚下。木兰，慢点，慢点。 木兰，你别急。
兰，你别这样。我以后连这个都做不了了。不能织布，不能绣花，我眼前到处都是黑的，没有阳光，没有色彩，我什么都看不到，到处都是黑的，就像黑洞一样。我连我最擅长的织布都做不了。罗昭，你干什么？你不是五凤谷最好的医师吗？你为什么不能治好木兰的双眼？你什么时候被放出来的？我在跟你说木兰。你以为我不关心木兰的眼睛吗？那你赶快想办法。我在想。不过光想又有什么用呢？再好的医师，没有解药，也无计可施。好，那你说，你需要什么解药？木兰的眼睛中的什么毒？你会不知道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你们草原游牧民族出门都会随身带毒烟包，驱散狼群，对不对？既然知道，你为何不去找解药？找解药？不同的地方配置的毒烟包不一样，解药也不一样。你让我到哪里去找？是去高车呢，还是柔然？只怕我去了高车，又发现是柔然人做的。那到底是高车还是柔然？难道你分辨不出来？如果我能分辨得出来，我早就向谢将军禀报了。你不禀报，是因为你分辨不出来，还是有其他原因？既然你说自己是高车人，那你就去帮木兰找解药。木兰，该吃饭了。我不吃了。那我们等会儿再吃吧。等会儿，我也不吃。木兰，爹去把你娘叫回来好吗？爹，千万别惊动我娘。我现在已经不能织图了，千万不能让我娘再分心了。孩子，你一直是爹的骄傲。不再是。现在我已经是个废人了。木兰，你上次手受伤的时候不是很坚强吗？上次我的手虽然受伤了，我不能织布绣花，但我还可以做许多其他的事情啊，我还能为何青土打杂呢。可是这次我的眼睛看不见了，我什么都做不了了，我连堂屋走到织机都不能。爹，我还能干什么呀？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啊？这么活着就会有希望的。爹一定想办法把你的眼睛治好。没希望了，没希望了，爹！我现在眼前一片漆黑，
什么都看不到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没希望了，没希望了，爹。木兰，爹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，我的营官跟我说，在战场上，只要你没有彻底倒下，你就有胜利的机会。一个双目失明的士兵，除了在战场上等死，还能做什么呢？爹，我再也没有胜利的机会了。爹，石伦，你有没有解药？解药在野树身上。他人呢？你不是下令让他们回去了吗？他走了多久？有3个时辰了。哎，末将，你要解药做什么？木兰的眼睛瞎了，我要为他解毒。末将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解药只有制毒之人才能有啊！现在你拿出解药，那不就证实了那毒烟是你放的？而且一旦有人发现那毒烟不是来自高车，而是来自我们柔然，那不是连我们柔然人的身份都要暴露了？那木兰的眼睛该怎么办？殿下，我们跟随殿下来到五凤谷，是为了寻找新一花背后之人，为柔然攻打魏国做好准备。那花木兰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原女子，殿下万万不要为了这样一个女子而忘记了柔然呐！难道你以为我忘了肩上的重任？殿下昨天发了那么大脾气，而且把大娜遣回了柔然，难道不是为了花木兰？殿下贵为柔然王子，天下女子想要多少有多少，何必为了一个花木兰而辜负了可汗的期望，更损害了我们柔然的利益啊！殿下。木兰呐，末将看你来了。我谁都不见。木兰，是我。你可以把门打开吗？花爷，这样吧，你先去忙，我来劝劝他。木兰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俩以前说过，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物等着你去体会。我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再好再美，都跟我没关系。贾云，贾云，陈县令，先跟你说个事儿啊，谢将军这边有很重要的事情，必须劳烦木兰。这几天，木兰就不到锦绣山庄绣图了。为什么？好，这个你先不要问。少了木兰会有什么影响吗？如果木兰只走2-3天，那倒没有什么影响。可是如果老不回来，这一定会影响进度的。这绣花本来就是木兰的长项，她负责的是春的部分，花朵也是最多的。我知道了。
停啊！哦，好。我琴声里的草原还有河流，你感受得到吗？我好像看到了草原上的小花，还有河面上的阳光。我好像听到了小鸟的叫声。那小鸟的羽毛呢？是五彩的。美吗？很美。你怎么又停了？你得让我喝口水吧。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现在，哦，太阳快下山了。过得真快呀。木兰，虽然你眼睛看不见了，但你依然感受到了草原上的花朵、树上的小鸟，还有河流，对不对？是你的琴声让我看到的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每天过来拉给你听。那好啊。可是，你不是我们五凤谷的人，你早晚要走的。没事的，你的琴声已经让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。谢谢你，木匠。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八爷爷刚治好我的手，没想到我的眼睛又瞎了。木兰，你还在为了不能治河清图伤心吗？哎呀，自从那河清图来了之后，你就特别倒霉。在我看来，河清图不治也罢。你们这些高车人不会明白，河清图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。木兰，你以为治了河清图就不用打仗了吗？你别再说了，反正我已经是没用的人。谁说我们是没用的人呐？木兰，奶奶，奶奶看你来了。你爹说你2顿没吃了，奶奶烧了几样好吃的，你尝尝看。奶奶，你还能做饭？嘿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奶奶不但可以缝缝补补啊，还可以烧菜煮饭呐。奶奶眼睛是瞎了，可是啊，那些眼睛能看到的未必能赶上奶奶呢。奶奶，可是我心里……奶奶都知道。奶奶瞎了20多年了，你现在的心情，奶奶最清楚了。没事的啊，过些日子就会忘了。哎，你看奶奶，要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靠人不求人，活得开开心心的。奶奶，我的眼睛看不见了。我知道啊，眼睛看不见了。但是啊，你可以用鼻子看，用耳朵看，用你的手看，用你的脚看，最重要的是用你的心来看。怎么看呢？好，奶奶教你啊。这是你家的院子，你还记不记得这院子是什么样子，有多大？当然记得。那个是正门，那是大堂。你边走边数步子，从你家的正门走到你家的大堂，数数有多少步子。就这样，用同样的方法趋近你的反方向。比如你站在那儿的话，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左边、你的右边、你的前面、你的后面是什么东西了。那不等于用眼睛去看了吗？奶奶，那用手怎么看？好，我们试试看。
这是不是水桶？你摸摸看。嗯。哎，真是盛水的水桶。心里没那么慌了吧？奶奶，我好像有点想通了。柱子，哎，来，奶奶，来，我们先吃饭，吃饱了就什么都过得去了。文文，你闻闻，这是奶奶专门给你做的，你闻闻香不香？这是奶奶做的，哎，真香。你要喜欢，奶奶天天给你做啊。末将，你也来吃点吧。哦，不了，我还有事，你们先吃吧。木兰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来，我们去吃吧。那我送你吧。啊，好啊。末将，谢谢你来看木兰。应该的。啊，末将，这种琴声，我以前也听过。哦。那是在战场上。那时候，只要一听到这个琴声，就意味着柔然人离我们不远了，死亡也离我们不远了。啊，花爷，这狼头琴是我们草原人最喜欢的乐器，无论是柔然人、高车人，还是突厥人，都会拉奏。谁拉都没关系，只要拉出来的是美妙的音乐，而不是杀气。那花爷在我的琴声里听到了什么？我没有听到杀气，我听到的只是你对木兰的关心。我先走了。慢点，奶奶，小心啊！木兰，奶奶明天再来看你啊。哎，奶奶，那我等你。奶奶，你慢走啊。没事，有柱子呢。花爷、木兰，再见啊！再见。木兰，爹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吃了奶奶的饭，我觉得浑身都有劲儿了。好。爹，以后我觉得没希望的时候，我就吃2口奶奶的饭，这希望好像又都回来了。对，这才是爹的好女儿。来，爹扶你进去。不用，爹，你让我自己进去。我想试试奶奶今天教给我的办法。好，来。哎，小心！哎，木兰，木兰，没摔疼吧？怎么样？爹，我没事儿。行吗你？让我自己来。今天摔一跤，明天我就记住了。木兰，木兰，木兰，爹，我没事儿。我真傻，以前眼睛好的时候，每天进进出出，竟然都没留意。现在眼睛不好了，反而知道了。爹，家里的方位我都已经记清楚了。从大门到堂屋是92步，从堂屋到我的厢房是45步，厢房正对着的是脂房，一共是19步。从脂房到爹常染丝的染房是116步，从染房下来到灶房是32步。对，都对呀。爹，在家里我已经不怕了，
再过2天，我就可以上街了。木兰，爹从心里为你感到自豪啊！可是我不能再织和亲图了。孩子，你上次手受伤了，你虽然不能上机织图，你不是照样在为和亲图出力吗？木兰，这次啊，爹相信你一定能够挺过来的。爹说的对，就像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，但她仍然可以缝缝补补的。是啊，我怎么就不能织布绣花呢？是啊，奶奶说了，眼睛看不见了，可以用心去看，用手去看。爹，我现在就要去织房试一试。木兰，你一定行的。末将，谢将军。你那几个同伴呢？哦，他们听说我被抓，都吓得跑回去了。这几天就只有社伦留下来陪我。等这匹马驯完，我们也要回去了。这个谢启臣找你做什么？进去再说吧。我派你去，不仅仅是要你帮忙，而是让你帮我去监视。我也说了，你的另一重身份是我的密使，你怎么可以让他说把你赶回来你就回来呢？丞相，我真没办法。当时多伦生了好大的气，而且野树几乎也是压着我回来的。这个多伦王子，先把邵盾支回来，又这样把你撵回来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什么事啊？贺红小姐，这位是无题殿下的侍卫长，说是奉无题殿下之命给你送东西来了。什么东西啊？贺红小姐，这是无题殿下的一番心意。他送我这个干什么？3天前，小姐在市场上看刀。有这事吗？当时无题殿下正好经过，发现小姐没有挑中一把要刀，所以下决心要送小姐一把好刀。于是就挑中了这一把。是。这是无题殿下从一个波斯商人那里花重金买来的，然后又花重金请了匠人重新镶嵌了宝石。无题殿下问贺红小姐下午有没有时间，她想去陆浑海打猎，想同小姐一起去。搞了半天送我把刀，是为了让我陪他打猎呀？既然这样，我没兴趣。你回去告诉他，没门儿。贺红跟你开玩笑呢，你回去转告无题殿下，他的好意我们笑纳了。今天下午，贺红准去。谢丞相，那我回去复命了。送客。请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贺红，你真不懂事儿。无题殿下是诚心诚意送你礼物，你却没有一句好话，有你这样做人的吗？无题好歹也是个王子，你让他下不了台，你让爹以后在可汗面前怎么站得住脚？可是我就不喜欢他嘛。你不喜欢他，也不用给人家脸色看嘛。行，我不给他脸色看，可是我下午是不会跟他去打猎的。你必须要去。为什么必须去啊？我跟他在一起特别难受，他那个人腻腻歪歪的，说话前言不搭后语，我跟他在一起一点劲都没有。哼，要说他和多伦都是可汗的儿子，为什么区别就这么大呢？我知道你喜欢多伦，可你和无题交往并不矛盾呢。你为什么非逼着我跟他在一起啊？你别忘了，无题一样可以继承汗位。他继不继位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跟你没关系，可跟我有关系。今天下午你必须要去。爹！心花，心花啊！
心里话，不是罗医师啊，我们药抽里还有很多心仪花，要不要都扔了呀？哼，怎么，你怕了？哎呀，现在传得沸沸扬扬的，都说沾上这个有血光之灾。哼，可怕的不是心仪花，而是五凤谷混进了柔然人。柔然？谁呀？放心，他很快会露出马脚的。谁要是碰上心仪花，一定会倒霉的。春秋姐姐，不要吓我们了，我不是吓你们，是真的。紫苏，就我呢。怎么了今天？紫苏啊，你来一下。哦。木兰这2天不在，你顶她的位置。她现在正绣到心仪花，你接着绣啊。那个云姨，你还是找别人吧，我这雪莲花还没绣好呢。啊，好吧，好吧，去吧，去吧。茯苓啊，茯苓，还是你来吧。啊，云姨，你看我这朵花特别难绣，得花好些时候呢，你还是换别人吧。奇怪了。今天是怎么搞的？一个个的都叫不动。春愁啊，春愁，还是你来吧。啊，云姨，你不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街上出现了滴血的心仪花。心仪花？是啊。心仪花不就在那儿吗？不，大家都在传，谁沾上心仪花，谁就要倒霉了。心仪花，图上看，五凤谷，灾难来。哎呀，都什么跟什么呀！别信这个，别信啊！是真的。你想想，木兰因为心仪花，差点被砍头；思念因为合金图上的心仪花没了命。木兰绣了心仪花好用。木兰她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春愁，你快说木兰她怎么了？我也听守门的衙役说的，说木兰那天从衙门回来的时候，路上出事了，眼睛被毒瞎了。木兰，云姨，木兰，你干嘛？你的眼睛，娘，你都知道了。我的女儿啊，你怎么又遭了这个罪啊？江云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花虎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呀？娘，是我让爹先瞒着你的。这么大的事情，能瞒得住吗？娘，我已经没事了。你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还说没事啊？
娘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来，这是我刚才绣的。啊！可是你的眼睛，娘，虽然我的眼睛看不见了，但是我的手没有问题呀。我可以用手去摸，用心去感受。娘，美吗？美。我还是第一次绣心仪花呢。木兰，你还是不要再绣心仪花了。为什么？就今天一大早，这五凤谷突然到处都是那滴血的心仪花，大家都在说心仪花图上开，五凤谷灾难来。就连锦绣山庄里的那几个姑娘们也都吓坏了。现在就连和亲图上的心仪花都没人敢碰了，大家都不敢碰，那和亲图怎么织啊？我也为这事儿正着急呢。娘，锦绣山庄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多半都是人心惶惶的。不行，不能这样，绝对不能这样。如果大家都怕了，就无心之徒，那他们就得逞了。他们是谁呀？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，但我知道，是他们杀了思娘，害我双目失明。哎呀，木兰，我刚刚从街上回来，看见大家都把墙上的心仪花给拆了，看来心仪花会带来灾难的传言，把大家都吓坏了。哎呀，你就不要再逞强了啊！不，虽然我的眼睛看不见了，但我一样可以织绣，一样可以干很多事情。我虽然看不到他们，但只要我没有倒下，他们就休想得逞。快来看呐，心仪花！木兰衣服上，快来看呐！木兰的衣服上绣着心仪花呢。心仪花，他居然衣服上绣着心仪花，他竟然不怕！他居然怕心仪花！心仪花怎么绣的？他就怕心仪花！快来看呐！咱们到底要去哪？木匠，木匠！这木兰不怕心仪花吗？他连死都不怕，还会怕心仪花吗？
一个小小的五凤谷竟然这么多的妖风，你这个县令怎么当的？将军，下官以前是有所懈怠，自从将军上次整肃之后，下官就再也没有贪杯，每日战战兢兢、兢兢业业、老老实实、勤勤恳恳。那这大街小巷一夜之间冒出这么多滴血的辛夷花，你怎么解释？你负责巡防，是怎么巡的？将军，下官每日都要在五凤谷巡上几回。昨天晚上你在做什么？昨天晚上自然是吃饭睡觉喽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？有多少势力对何钦图虎视眈眈，连我都提心吊胆，你居然还能照常吃饭睡觉，你就是个饭桶！将军，下官饭量甚浅，最多算个酒囊，这饭桶还真算不上。回来了，木兰。